湾书店目标举办消防挂顶的画图比赛，以及祈福点灯的活动，由台南市长黄伟哲主持点灯的仪式，并且迎请获得成军自驾这个消防局，保庇台南平安免受火灾。3、2、1，请点灯。市长黄伟哲主持点灯仪式，由书店目标举办画挂灯的比赛和消防祈福点灯活动。黄伟哲带消防队员来到目标拜拜，祈求台南平平安安。希望我们今年度都能够平平安安，大家快快乐乐的，不要有什么样的天灾发生。在119的时候都会绕境来提醒我们市民要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。由书店目标主委林培慧和庙方各一会陪同，市长黄伟哲欢求，也请会着成军稳重祈福，每日来到消防局中正分队自驾拜拜。运转过程，消防队员义消沿路发宣导红包，推广消防知识，让市民有防火防灾正确观念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